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今天是战争进入第12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12天。这个战争的强度可以说是单方面吊打，强度不减。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这边那个打击的强度没有下降，当然了，伊朗的反击宣传没有下降，实际下降了很多。从局部来看，甚至这个战争还有升级的迹象，至少没有出现停火或者是重大的什么外交突破。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过去10天里，约有50架载有1000多吨武器装备和弹药的运输机降落在该国，以支持咆哮雄狮行动在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伊朗的炼油厂进行猛烈的空袭，导致德黑兰主要马路两边排水沟全燃起了大火，油品释放出大量的黑烟，不见天日这是炸掉油库以后石油产品泄漏进入了排水系统，并在排水管内引发了爆炸。根据 CNN 的报道说，遭到空袭的油库在大雨里仍然在燃烧，燃烧的灰烬已经渗入了天空中的云层当中。所以说在德黑兰，在伊朗的很多地方下雨都是黑色的雨，非常可怕，如末日般恐怖美国的国防部长郝克塞斯宣布，当天为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天，出动最多的战机、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高强度武器。也就是从美以方面来说那个战争的烈度还在增加，重点打击德黑兰多个地点，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设施、导弹生产研发基地、无人机总部。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的反击呢？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第34波攻势，使用精确制导导弹和超重型弹头打击美以军事基地，但规模和频率显著下降。伊朗使用少量的弹道导弹部分含有这个集束弹头袭击以色列，造成一定伤亡和警报，但多数导弹被拦截。伊朗还对部分海湾国家油气设施发动有限袭击。美国参谋长联谊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证实，伊朗导弹袭击减少了 90%， 单向攻击无人机减少了 83%， 也就是伊朗的反击是后继乏力，快到这个弹尽粮绝的时候了根据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朗正在调整战术，目标直指美国和以色列的雷达系统和拦截装置，这些设备原本旨在保障中东地区驻军的安全。伊朗方面已意识到，在火力对抗上无法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但只要能在美以的密集轰炸中存活下来，县政府就能宣称取得了胜利。被袭击的目标表明，伊朗正试图破坏美军的通信与协作能力。美国军方官员同时警告称，他们尚未完全掌握伊朗所有发射基地的具体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伊朗导弹发射车、发射阵地还有漏网之鱼同时伊朗方面还宣称未来对美以的反击不再用什么小型弹头，都要用1吨以上的这个弹头。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力量更大，破坏性更强。以前都是小打小闹小弹头现在是1吨以上的，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是以后导弹接着用还是什么意思难道伊朗有很多1吨以上的这个弹头吗？1吨以上的弹头那是威力巨大的，那个导弹你能把1吨重的炸药弹头送到以色列，这是什么概念？那个导弹小不了也便宜不了，这反而说明伊朗这个后续的打击能力在骤减，急剧下降。那双方的人员伤亡情况呢，基本上也是美以在吊打伊朗。这个伊朗官方媒体称，美以的袭击已造成全国超1300人死亡，包括平民而美方承认约140名美军受伤，其中还有8人是重伤。最近几天无大规模新增阵亡报告，也就是美军的死亡好像还是8个人吧，没有增加，但是受伤的有。以色列方面报告，伊朗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累计1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个双方的战果不成比例因为这个美以第一波导弹攻击就带走了哈梅内伊和40多名高官，而这个伊朗最新被击毙的高官叫阿里阿巴迪。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阿里阿巴迪据称在美以空袭中丧生，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实际上是现在协调指挥伊朗军队的也就是伊朗全军作战核心的指挥官中枢。阿里亚巴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人物，被认为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及亲信，最高职务是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这个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类似于伊朗统筹各兵种就是全军作战的这个核心指挥机构，有点像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参谋什么司令部参谋会什么联席主席，类似这么一个协调，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被干掉了。3月10号，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的穿甲弹，凸显了国防部目前打击地下目标的重点，还打击了伊朗数个单项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自主作战能力。这个国防部长郝格塞斯和凯恩重申，摧毁伊朗发射和生产导弹的能力是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凯恩还特别指出，美国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工业基地，包括地下设施。凯恩表示美国在消除伊朗导弹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国防部计划如何应对另一项关键威胁，也就是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仍然不明朗。我们再看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影响到全球资本市场，让这个全球几十亿这种投资者夜不能寐的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首先是美国情报机构已开始发现迹象，表明说伊朗正采取措施在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布雷。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他说美国海军尚未护送油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前，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曾发布消息称，海军力量已护送一艘油轮通过了这条状况焦灼的水道，随后又删除了该消息。美国海军成功护送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确保石油继续流向全球市场。赖特在推特上写道，但未提供更多细节。几分钟后，该消息被删除。特朗普上周首次提出海军护航的想法。他周一表示希望不需要用到海军护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紧张气氛又增加了，因为有情报显示伊朗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布水雷，那这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连续发文，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彻底被切断了，那这个确实对特朗普来说是个软肋，会造成全球油价动荡，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美国通胀加剧，导致特朗普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白做，不利于特朗普的这个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不能不重视所以他在这个自己在真相社交上发帖子，他说伊朗如果在霍尔木斯海峡布雷，将面临前所未见的军事后果。他同时表示，美军将彻底摧毁任何试图在霍尔木斯海峡布雷的船只。大约13分钟后，伊朗再次发文称，美军在过去几小时内击中并摧毁10艘处于非活动状态的伊朗布雷舰艇，后续还将继续展开相关行动。同在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消灭多艘伊朗海军舰艇，包括16艘布雷舰艇。伊朗如果在霍尔木斯海峡布雷那就彻底的受阻，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也就彻底堵上了。你说哪个油轮还敢走哪个航运公司还敢承接这个业务哪个保险公司还敢去保险呢？那不睁着眼睛赔钱吗？所以这个也打了这个盘们的脸呢，或者说也就是打了前几天不有媒体说伊朗只允许某大国和俄罗斯的油轮通过，这就是打脸。为什么呢？如果说伊朗真的有这个政策说允许某大国和俄罗斯的油轮通过，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要布雷呢？因为你布了水雷，难道水雷认识这是俄罗斯的船，这是大国的船？水雷认识船上的标志是吗？认识国旗是吗？还是认识什么？你要布水雷，实际上就是大家谁也别走，谁也别想好，是这个逻辑所以说这个那就打了那些盘们的脸，那盘们总是在那儿这个瞎兴奋瞎激动，就像那个红海那个是吧？胡塞武装拓跋军，但他也说除了这个俄罗斯和大国的船他不打，其他都打，盘们也很高兴。反正就是流氓只要说好像总是以得到流氓的这种照顾或者给面子而感到光荣，无比自豪，实际上是意淫。流氓即便有这样的政策，他也是嘴上说说，因为他执行不了。我在想以伊朗目前当前的混乱状态，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什么国防军，而且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他怎么区分你那个船是大国的还是俄罗斯的呢？看挂国旗是吗？那哪个船它可以都挂国旗，临时把那个涂上这个无金同款国旗，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你有那个能力去执行吗？去甄别吗？所以说这即便伊朗人有这个说法，那也是口惠而实不至，让你走你不敢走。现在好了，水雷给你布上，水雷还认识国旗吗？认识无金是吗？那现在特朗普
普啊已经发话了，对吧？如果伊朗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那你要招致更严厉的军事后果。这个更严厉的军事后果是什么？不知道。总之，特朗普这个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美军呢，在开战之初啊，主要对准的是伊朗的海军那些大型的水面舰艇，对吧？那个什么无人机航母12万吨的，对吧？还有什么护卫舰全部击沉。现在啊，美军经过这10几天的轰炸呀，目光已经盯向了那些伊朗的小炮艇，也就是群蓝战术那些小快艇，上面架一个 RPG 火箭弹，或者架个什么，架个导弹啊，那玩意用来围攻啊美国的海军的，围攻林肯号的。现在美军啊已经把目标对准这些了，当然了，包括这个巡逻艇和炮艇，还有布雷艇，16艘布雷艇已经被炸沉，也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大的布雷的能力，这也值得怀疑。说来说去啊，伊朗没有制空能力，对吧？没有防空系统，防空现在已经是形同虚设，打成筛子了。所以说美国人想怎么炸怎么炸，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啊，按照紧急程度。伊朗的小炮艇虽然多，但是你禁不住人家炸呀。现在人家出动飞机，对吧？发现一艘炸一艘，硬炸近炸。这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啊急剧下降，这个不是埋汰它啊，确实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封锁呢？所以说伊朗未来啊很有可能就是靠这个留一些这个机动发射的这些短程导弹呢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大炮都不够啊，或者能发射60公里以上的这种大炮才能封锁，那这些恐怕伊朗都没有啊，有也被打掉了。所以他恐怕有一些短程的导弹呢，只能拿这个来威胁，岸基发射，从岸上。那美军呢，恐怕就重点清除这种打击能力，首先是通过空军呢就轰炸，如果炸不干净，那特朗普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也就是特朗普首先任务，他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畅通啊。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豪克塞斯说他说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伊朗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恐怖活动，当然指的就是那些布雷艇和炮艇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活跃的布雷舰艇，以无情的精准将其消灭。我们不会允许恐怖分子挟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人质。致衰弱的伊朗政权，你们已被正式警告。说来说去一旦特朗普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给控制住，或者反过来说吧，就是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也就标志着伊朗这个强硬派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他的谈判筹码一点都没了，丧失殆尽，没有任何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当地时间2020年3月9日至10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遭遇多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港口周边的石油存储设施、海军基地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现场视频显示，储油设施起火并产生大量的浓烟，爆炸冲击波波及港区作业设备。阿巴斯港是伊朗外贸的核心枢纽，承担着伊朗85%以上的集装箱装卸任务，55%以上的非石油货物进出口，同时是伊朗原油进出口、矿产出口关键节点，其运营状态直接决定伊朗的外贸的基本盘。这还是在打击伊朗的钱袋子我们再看看伊朗国内在美以的这种高压之下，这种残酷的打击之下，伊朗的内斗已经公开化。伊朗国内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就是临界点。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看这个伊朗的新领袖穆杰塔巴，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伊朗新选出的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都一直没有露面，好像也没有讲话当然了，这个媒体报道他说话，但并没有他说话的身影和他出来这个电视讲话，这些都没有公开露面。包括应该是8号吧还是9号，伊朗搞的宣誓向穆杰塔巴效忠也就是欢迎这个穆杰塔巴上任仪式吧，穆杰塔巴都没出来，搞了个照片放在那儿，就像那个遗像一样，所以这个就引起外界的猜测。所以现在很多都在传这个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死了，当然死是不可能的那么很有可能穆杰塔巴现在是身受重伤，这个可能性非常高。以色列12频道称穆杰塔巴一条腿截肢，并且没有意识。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宣布穆杰塔巴继任后，将他称之为斋月战争中受伤的战士。这个按照波斯语的说法，是指被敌人在战斗中受伤的圣战者。这被多家媒体解读为官方首次公开承认穆杰塔巴在近期空袭中受伤。那据推测，很有可能是2月28号老哈梅内伊走的时候，他受的伤，他命大。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穆杰塔巴恐怕就是个傀儡，他恐怕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最高领袖，也有可能穆杰塔巴现在自己还没有
有意识，也就是他还在重伤昏迷之中，或者是半迷糊半清醒状态。伊朗内部啊，有人说啊，这个穆杰塔巴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枪杆子之下、胁迫之下，对吧？担衔为最高领袖。那你想这是什么一个局面呢？伊朗革命卫队凭拥立之功夺取大权，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刚就任最高领袖就遭架空。为什么这么说啊？曾经参与组建革命卫队的伊朗政治人物萨泽加拉对外界表示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虽然被推选为伊朗最高领袖，但他很难真正像其父亲一样真正掌控住伊朗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儿皇帝啊！伊朗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革命卫队的军官们已经占据了主导权。萨泽加拉不看好穆杰塔巴，暗示他将被革命卫队架空。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啊，说穆杰塔巴此次上位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专家会议推选新任最高领袖的过程中，有一批人明确反对让穆杰塔巴接班。这些人给出的理由是穆杰塔巴没有担任最高领袖所需的宗教法学界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大阿亚图拉头衔，且最高领袖位置在哈梅内伊父子之间传承，会让民众认为伊朗回到了类似巴列维王朝的家天下时代，也就是世袭啊。最终是与穆杰塔巴关系深厚的革命卫队采取了行动，通过各省指挥官的联合施压，迫使部分人改变了立场，投下了赞成票。在革命卫队立下拥立之功，伊朗又处于内外交困状态，革命卫队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穆杰塔巴自然不会立刻出手限制革命卫队的力量，反而会确保革命卫队的利益，以保证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啊，因为这个伊朗的88个人那个专家呀，选举委员会啊，他们投票，但是这个88个人这个教士集团呢，他们也分左派右派，他们也分保守派和这个温和派或者叫改革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一点啊，就是说就是这个88个教士里面，他依然有更顽固的、更保守的，也有相对开明的、相对这种温和这些人。所以这些教士集团里面的这些温和派或者是开明派、改革派，他们就反对穆杰塔巴上任。那这些人呢，对吧？恐怕都遭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恐吓。这样说的话啊，在穆杰塔巴当新任领袖之后啊，这个革命卫队有拥立之功啊，就会功高震主，就会尾大不掉。第二个啊，穆杰塔巴自进入最高领袖办公室任职后，确实深度参与了伊朗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啊，在伊朗政坛积攒了一定的威望。也就是他在这个老哈梅内伊当领袖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了。虽然对吧，穿针引线认识了很多人，也积攒了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对吧？和威望。甚至有消息说啊，穆杰塔巴其实是伊朗导弹力量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是伊朗不拥核但保留核门槛能力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可穆杰塔巴能够进入最高领袖办公室这一重要决策机构内，本身就是哈梅内伊为确保自身政策实行而做出的政治安排。伊朗国内很多人愿意与穆杰塔巴交好，也是看中了其哈梅内伊之子的特殊地位。所以萨泽加拉认为穆杰塔巴没有堪比哈梅内伊的威望，无法真正掌控住革命卫队。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他是二代，他不是创一代，他没有功劳，他这一切都是拜这个老哈梅内伊所赐，所以他何以服众呢？就这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穆杰塔巴呀，他没有办法真正掌控革命卫队。第三个，很多原本能够为穆杰塔巴提供支持的老臣，也就是这个穆杰塔巴在革命卫队的那些老熟人呢，与哈梅内伊一样，在美以的第一轮空袭中已经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穆杰塔巴对于政坛局势的掌控力。宗泽加拉特意提到两个人，原本与穆杰塔巴同为最高领袖办公厅副主任的西贾奇与希拉奇，其中西贾奇主要负责协调伊朗政府各部门情报机构之间的事务，而希拉奇则负责协调伊朗武装部队与最高领袖之间的关系。这是哼哈二将呢。结果这两人也是被美以一把带走了。这二人若是在世的话，确实有可能成为穆杰塔巴的重要助力。所以说这个本身
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创始人之一的叫萨泽加拉，他说了穆杰塔巴很难掌控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说了3个理由。不管怎么说啊，这3个理由啊，确实是穆杰塔巴需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啊，伊朗现在已经开始分裂了，也就是地方政府有叫自立自治、独立的苗头或者倾向。这个不难想象啊，这100多年前不是东南互保吗？什么此乱命岳不奉诏吗？一个意思啊。那现在在美国以色列的这个强烈的打击之下，而且现在啊，已经不是说专门打击军事设施，什么导弹和什么地下工厂、核浓缩设施，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打入这个经济设施，也就是你要打击这个石油能源的话，那就打击了钱袋子。你打击了钱袋子，很多地方啊就越来越穷，日子更过不下去。那么就有地方它就会是不是就会产生二心呢？什么叫二心呢？那我为什么跟你一起受苦啊？我又没干这坏事，我们这经济还是可以的，对不对？跟美国、以色列或者跟伊拉克或者跟某些国家做生意，卖点油，我们的日子还是可以过的。那我为什么跟你绑着一起受累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伊朗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闹独立了。伊朗那叫南部石油重镇部落宣布效忠流亡王储。随着美以军事打击重创伊朗高层，德黑兰政权陷入分裂。媒体报道说啊，10日伊朗南部叫库兹斯坦省多个核心阿拉伯部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效忠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叫巴尼卡阿布等强大部落会议明确表示，其心脏是当地城市而非德黑兰，指责神权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他们的政治主张呼吁彻底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在巴列维旗帜下建立尊重民族平等的民主政府。声明强调，在推翻腐败政权的同时，将坚定维护伊朗领土完整。有人啊振臂高呼啊，对吧？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只要有人敢带这个头挑头啊，这不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吗？分析指出啊，作为伊朗石油命脉的库兹斯坦省若集体倒戈，将加速德黑兰政权的全面瓦解。这个库兹斯坦省那就是石油大省，对吧？人家卖石油，日子还能过，现在跟着你一起挨揍，他能没有二心吗？你这个穆杰塔巴压不住阵脚，对吧？不能服众，他就会加剧这种分离倾向。所以他们啊，实际上旨在争取一个叫更大的经济自主、政治自主、自治这么一个待遇。你玩你的，你打你的，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实际上伊朗啊，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部落非常多。过去啊，在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这种高压之下，他们也没脾气。现在呢，美以一轰炸，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组织是自顾不暇呀。好，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啊，向伊朗人民发出信息，这是非常罕见啊。说什么呢？他说啊，阿亚图拉及其核心圈子成员已开始逃亡了，德黑兰政权开始出现裂痕。接下来的几天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伊朗人民有机会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塑造国家的未来。内塔尼亚胡总理说啊，伊朗人民，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战争，这是你推翻阿亚图拉政权并获得自由的独特机会。我们与美国一道，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德黑兰的暴君。阿亚图拉已经不在了，我知道你们不希望他被另一个暴君取代，所以你必须采取行动。我们正在为你创造采取行动的条件。我们已经打击了该政权的无数目标，我们已经消灭了数千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暴徒，数百个火箭发射器。我们专注于政权的目标，并尽最大努力避免伤害伊朗人民。我们是你们的盟友，你们最好的盟友。我们充分尊重你们的领土完整、文化和遗产。你们请求帮助，帮助已经到来。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啊，援助已经到了，现在就看伊朗人民了。所以我说啊，最快下周吧，这个周末一过，下周伊朗恐怕各个街头啊就开始有老百姓示威，日子过不下去啊。我们将加大力度打击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恐吓你们的暴君。阿亚图拉及其爪牙正在逃亡，但这些懦夫无处可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们也只能说啊，伊朗人民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啊，这个机会还得争取啊。但是未来怎么样，结局怎么样，这个谁也说不好，这叫宿命呢。不光这个啊，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呢，显示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它也在发生分裂。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叫巴斯基民兵成员拍摄了自己离港的视频，也就是他当逃兵了，不跟你们玩了，不再跟你们绑在一条船上了啊，称他认为伊斯兰政权已经完蛋了。他站在自己所说的原本是学校的巴斯基民兵营里说啊，那里的人全部已经走了，
人都走光了，要不就是正在走，我也要回家了。说着，他说啊，看来这个政权已经完蛋了，我们应该投降。我只希望民众不要报复我们，报不报复主要看手上有没有沾血。你手上没有沾血，你加入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混口饭吃，也无可厚非啊。我觉得大家这个能理解。你关键的时候枪口抬高1寸，你手上没有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但是如果你是专招人眉心打，你成为这个教士集团什么哈梅内伊的这个忠实的走狗，最凶残残暴，助纣为虐，那你当然会遭到报复啊，遭到清算。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啊，什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把事不能做绝啊，有的时候你纯粹是因为你的职责和岗位要求你这么做，但是你也没必要做那么绝啊。你做的绝了，日后遭清算，这是天经地义，这叫报应。有人对吧，他就朝天放枪，有人他就专门打你的眉心爆头，你说这两种能是一种待遇吗？所以说啊，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负隅顽抗啊，也是徒劳无益啊，螳臂挡车，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跟很多这种奇葩组织一样啊，攘外必先安内。所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啊，现在对付美国对付以色列他没办法，重要的是宣传。但是啊，现在屠刀向内开始抓内奸，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打不过外面的就是出了内奸，所以抓内奸是说白了就是清洗嘛，内部清洗啊，争权夺利啊，这实际上这也就是分裂，加剧了分裂，对吧？我给你贴个内奸的这个标签，就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抓了，直接枪毙，这不就是权斗的好的工具吗？当地时间1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称，鉴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中一些成员的行动，目前已有10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被捕，他们曾拍摄目标地点，并将其发送给敌方媒体不是发给什么美国中情局或者是摩萨德，而只是发给敌方媒体，比如说 CNN、华尔街日报。好了，你这都是内奸叛徒要抓。实际上这就是清洗内部清洗，白色恐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还称，逮捕行动将继续快速推进。当地时间10号伊朗的一警察总长艾哈迈德拉丹称，已逮捕81名在网络上向境外提供情报的人员也不光是抓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这个内鬼，还要抓这个伊朗的老百姓这些都是反映伊朗内部这个分裂加剧，内斗白热化。反过来我们没看到美国或者以色列在抓什么内奸，为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